佢離開咗加利利，向河邊走，約旦無聲，佢喺人群中嘅身影。約翰抬頭望，佢一直等緊嘅嗰個嚟咗，又興奮又緊張咁講，我一定要受你嘅洗禮。河嘅水蒸發，洗去世人嘅罪惡，係神秘嘅謙卑中，係神嘅羔羊嘅角色入面，無視嘅。因為我哋要成就父嘅旨意，一個默默嘅服從祈禱，輕輕踩入水入面，留下天堂嘅姓名，承擔人類嘅負擔，潔淨人類。約翰跟隨主嘅旨意，河流撫摸佢嘅頭髮，當佢踏上岸邊，一道光芒突然閃耀，聖靈就好似一隻白鴿，天堂打開。拯救世界，對謙虛嘅人嘅愛，慈悲可以抬起苦難，無事嘅唔該怎樣做，因為我哋需要兌現父嘅誠意。我會學習跟隨主嘅腳步，用純潔嘅心去服務，喺人生嘅諸多風暴之中，我會行天父嘅旨意，我會行天父嘅旨意，我會行天父嘅旨意，喺人生嘅諸多風暴之中，我會行天父嘅旨意。